哎，你好，我想洗个头发。你给哈儿，里面2个位置已经满了。那我在这儿等着啊。哎，里边没人了吧？还有人。让我进去看看啊。站住！你俩是不是以为弄成这样我就认不出来了啊？好好的头发弄得什么乱七八糟，又丑又难看。哎，那个，我不是说你吧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，老师，是我硬把严泽抓出来的，那个也是我的馊主意啊！你要杀要剐，都冲着我来。哟，给我来这一套啊！英雄救美啊！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们两个啊，你们俩这上课期间逃课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走，跟我去教务处见郑主任去。韩老师，别啊！求求你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保证下次再也不犯。别求他，这事儿我一个人担着。哎呀，把你牛的呀！我要不给你跪下吧？啊！看你待会儿去了教务处还牛不牛？哎，去就去啊！不过老师，按时间算，这会儿你应该在篮球场吧？哎，篮球赛还没结束啊！你这也是翘班行为。3米有仗，一起跟郑老师赛。你威胁我啊？那反正甭管怎么说吧，韩老师，你逃班已经成为事实了，那不如和我们一起放松放松。哎，也行啊。哎，那我先洗个头。哎，等等，绝对不可以，坚决不能纵容你们这种逃课的行为。走，回学校去。走。哎，站住！你发型好。拜拜。快点！吊儿郎当什么样子？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干嘛？哎，小韩，那篮球赛，哎，郑主任，贺新良、严泽，你们两个怎么不上课啊？翘课呀？哦，我带他们去食堂打扫卫生，做义务劳动啊，做义务劳动。食堂打扫卫生？哎，好端端的不上课，什么食堂打扫卫生啊？啊，这食堂还不归你管啊？啊，体会生活的不容易，才更加珍惜学习的好时光。主任再见。打扫食堂卫生？哼，刚才要不是我，那就完了。刚刚要不是你，我们现在还在理发店洗头呢。切什么切，还挺同步的。那两个小兔子，上课期间翘课，还有理了？好好干活，在劳动中反省自己的错误。韩老师，怎么今天这么好心才帮我们打扫卫生啊？哎，这不是平常看你们挺辛苦的吗？
哎，那就麻烦你把今天的菜谱写到外边黑板上。哎呀，我的字太……哎，站住！谢谢韩老师。去，把菜谱帮老师写到黑板上去。看什么看？写我脸上去啊！赶快去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实事求是啊！吃了这么久食堂，咕老肉里有多少肉，心里没底儿，数啊！那好吧。第二个，蚝油青菜。蚝油青太有才了你。那下一个，下一个什么呀？今天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吃的菜了，就这样吧。